食之外，当天还会有非常精彩的表演。而在这边记者会之后，下午就会开，希望明年他也能够借此拿到金钟入围的门票。而在今年，希望他有更多的正前方，正前方。正前方是正前方都还在拍，正前方好。欢迎广众，欢迎露露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露露。大家好，我是广众。是你们两位的搭配就叫露露露这样的一个组合。露露与露。什么意思？你们也可以出席啊，有听过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刚刚被刺到一下，清朝的组合，那我们两个是。陈哥，你是被鱼翅梗到吗？他们是年轻的。哎，对对对，你是强大的。巨星的，对对对，伟大的，对对对。我们昨天晚上还通过电话说，广众明天我记者会要穿什么？我们对过衣服，今天出来发现，哎，昨天那通电话一点意义都没有。目前就一起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可能需要一张位置，他冒冷汗，不行，你这流太多汗了吧？冒汗和冒冷汗。你咋老国老刚在笑脸党？广众，你会紧张吗？这个主持人会，他的眼睛都已经开始流汗。这种的。拿大包一点的来，太小了，汗流浃背啊！我要知道我要主持，他问我就是亲自叮咛我说不要搞砸了，对。哦，不要搞砸。你妈妈？我妈妈。婆母，妈妈是了解他。你爸爸没说什么吗？爸爸不想说了。真的还在流。他后面还在流。他的汗是奔出来的。他还没流完，而且越来越多哎，他整个都已经湿透了。快来一盒，这不够，那一包不够，快点。太好笑了。没屁呀！没屁呀！为什么？广众，不要管我。身为哥哥的我必须关心一下。为什么？你这个算是退兵吗？怎么会流不停呢？可以就回应一下，因为首次露脸。对啊，这个呀，哎，没事啊，没事。他其实他一讲话一个不小心，你会觉得他是屁孩。然后，可是他事实上常用不同的角度在看待人事物，我觉得这个是我发现的一个地方。然后上次上那个36题，他那个节目，跟国师还有那个 Sandy 那个。我觉得这个人他放冷箭放的挺有意思的，有时候，虽然有时候常常无的放矢啦，那是因为他还在找这种表达方式。对。所以他的专长就是放冷箭。放冷箭。然后在话里面找 bug。你说的是专长嘛？是他目前找到的说话习惯，但我相信他未来还会再变，因为他才30岁，好年轻，未来变化太大了。他40岁也不会长这样，50岁他长得变化更大。搞不好到时候，我几乎能想象10几20年以后，台湾最漂亮的老帅哥应该就他。老帅哥。好，我几乎可以想象。然后他到时候一定会是一个内外在非常成熟洗练的人。我觉得我期待他未来的表现，非常期待。感谢师傅。老帅哥。